评弹艺术的窗口，评弹知音的朋友，我是黄磊，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于洪先的唱腔集锦，让各位呢渔迷们可以继续一睹为快啊！那于洪先是目前最负盛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之一。那么在他的50周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啊，演过各类的书目数十部。那论起他所演唱过的开篇选曲啊，更是数不胜数。难怪书迷朋友们会给他这样一个雅号啊，叫唱不煞的于洪先，唱不煞的于洪先。于洪先所留下的代表性的作品有蝶恋花、咏梅、王熙凤、宝玉夜叹等。那有的听起来是雍容华贵啊，有的听起来就如小桥流水一般，可以说具有浓厚色彩的余味儿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这个专辑的有限空间里面啊，我们精心的挑选了一些于洪先的代表作品啊，有王熙凤啊、饮马乌江河、夺印夜访，还有双珠凤、为千金和莺莺拜月，奉献给广大的书迷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得会
十分自私，他等吃惊，怒不须起来变人家风魔真。他是心思不问谁，披着千为神这第一美女，出征把姊妹称，与儿子白披身。谋背起灵，口里那个鱼儿娘，他一口口难食，又难身上天天不漏，家是地不门，家皮天不圆，后地地不灵，他冰心人都在口不这路这么吞金是定了谁？那王熙凤她龙挂枪，妹妹别霸气。
从此是我家水清水饮马家后，来自一起的生活，去下一起路个后，为了今世人民的哈水后。养的养马
花为多，花为多啥意花心头。年年明月呀岁岁哦家哦，一重重的水啊，一重重的波，水清胭脂马，不见手指头，今日多入人意的祝福，为了采泪光辉的水头。胡书记啊，不是的呀，不是的，莫非是你们夫妻之间把口作证？夫妻在里说我张张彩彩还是？不是的呀，还不是的，莫非是那一人一病回了病？已经那上次人身体不好了。会现在还是胡书记啊，还不是的呀，还不是的。哦，莫非是你那周邻居在过个身？邻居都不头去在，不是的呀。哦，不是的，只不是来。为什么也是在呢？为什么也是有恨？你为什么也是谁头？为什么也是当心里？为什么也是家家他是家生？现在啊。现在啊，那有心的辛苦师娘，当为到他那龙亲上的呀。现在啊，家里大年
为什么世界上是不走去？今非不动，今必了一你非扑着两个神两。小学生，为了你小子，真是太可怜我了。我为妻子，不能当面来提起。为妻子，我乃个钓鱼根，我是为妻子跟在大家们，为妻子吕布去门子喊声，我是为妻子不能进大家门，我是为妻子。本心在宝玉坑，我为妻一命给定，家乡兵，我是为妻打出了自己自去往生，我为妻与美妇把狗日称，我为妻当万所想。在那世上理解那大人，我是为妻有做记在下此人，我为妻自己没身份，我是为妻在耳手是两些花言，我为妻
亲，在那虚乱中，侍奉那东君为天亲，自杀松水满湖顶，为天亲我屈屈伸伸，家父心为天亲。你是梦想一起起劲，我是为天亲，受不爱我是李夫人，为天亲我是佛之地，梦满人为天亲，凄凉比喻越不能为天亲在那梦中。开天天我是为天亲，刻骨相思并是生为天亲，莫不随时去相随缘。放出了童话是你的，我是为天亲，不下的失望用风魔惊人，我是为天亲，不是金榜花对名，我是为天亲，他出了当然的这对情，我为天亲，身在不下的大水里，为天亲，是海风做对人，为天亲。当然还是虽为分我为天亲，提起来话来我心里我为天亲，老西洋里里为天亲，我发出了当来生我为天亲，确实来为天亲为天亲我目不中上送天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是不是非常的过瘾呢？们再见，这位。